大家好，歡迎收睇4OSSIBLE 收市報告。今日係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。首先講明，呢條片只供教育同娛樂用途，唔係投資建議。我哋開始啦。股市全線報捷，標普500升0.3個百分點，納斯達克升0.6個百分點，道瓊斯升0.3個百分點，羅素2000升0.4個百分點。引伸波幅方面回落咗1.3個百分點。睇返主要指數，今日最強係納斯達克。整體嚟講，大市仍然企喺高位附近。板塊方面，科技帶頭，升0.9個百分點，最弱係能源，跌1.7個百分點。11個板塊入面有6個上升。今日主角係 Lumentum， 升6.7個百分點。至於最弱嘅係 Zoom， 跌3.7個百分點。今日升幅榜 ，Lumentum 排第一，升6.7個百分點。跟住係 Applied Optoelectronics 超微戴爾同 Ciena。跌幅榜方面 ，Zoom 跌得最勁，跌3.7個百分點。之後係 Intuit、Palo Alto、CrowdStrike 同 Workday。睇返成個觀察名單，16隻升，14隻跌。今日做得最好嘅係 Lumentum、Applied Optoelectronics 同超微。表現最差嘅係 Zoom、Intuit 同 Palo Alto。其餘啲股份就好淡增持。跟住要留意咩 ？Lumentum 今日升6.7個百分點帶頭，睇下後續有冇跟進買盤。Zoom 最弱，睇下會唔會止跌。板塊方面，科技帶頭，能源就拖後腿，引伸波幅回落，止蝕記住要有紀律。跟住講下5隻焦點股，呢啲只供教育用途，唔係投資建議。Lumentum 支持位喺841附近，止蝕擺喺828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1000。Applied Optoelectronics 支持位喺110附近，止蝕擺喺109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122。超微支持位喺469附近，止蝕擺喺462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513。戴爾支持位喺442附近，止蝕擺喺435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484。Ciena 支持位喺379附近，止蝕擺喺373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416。全部都係跌穿支持位就止蝕，博2倍風險回報。投資記住要自己負責。講下 LEAP 股票替代觀察。今日有一隻合資格，超微，2027年12月17日到期，行使價400嘅認購期權，入場價大約每張17,130美元，目標22,269，止蝕8,565。呢啲係深價內70 Delta 左右400日以上到期嘅認購期權，只供教育用途。以上就係今日嘅收市報告。如果覺得有用，記得撳讚、訂閱同開通知。冇嘢係唔可能嘅。It's4OSSIBLE